那讲到中国是直头来侵扰咱台湾，毋若是军机、军舰咧来，即马是佮加一部无人机，甚至是直接飞来咱金门马山观测站的附近，开直播来等宣传单。咱军方是强调，因无飞来咱的营区顶悬，毋过会继续来监控。也7月汉光演习，嘛会针对外岛侵扰的部分加强演训。 中国军机、军舰持续扰乱台湾。国防部公布上新的统计，初八早起6点至初9早起6点为止，侦查到9架厝的中国军机，甲7架厝的中国军舰伫台海附近的活动，其中有2架厝进入北部，还佫有西南空隙，上近离家人差不多97海里。那中国的商用无人机，迄天下晡嘛出现伫金门。给湾湾部队送温暖。 有中国网友伫抖音专程直播，有中国的无人机飞过金门甲厦门的海峡，等政治宣传单，而且佫飞去马山观测站附近，伊佫后一届要去金门县警察局，还佫有金门大学，等宣传单甲肉粽。回来之后，如果我们无人机没有被打掉的话，我们接着第2趟、第3趟。金防部检查影片了后，确认这架中国的无人机无飞去营区，不过部分中国的不明人士无顾破坏两岸关系负面的影响。 想要用这款的方式提高社群的流量，无论是行为或者是心态，拢真唔好。国军对敌情威胁均保持绵密监控，不随陆区网民轻狂举动起舞，避免助长串非恶行，升高区域紧张情势。金门县府表示，连续2天拢有不明人士操控无人机去金门马山迄块地啊，那严重者也有可能会影响飞行的安全，已经要求警察局来调查。 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嘛表示，要是爱谨慎来应用。不管是政治性的传单，或者是单纯抛弃疑似垃圾的废弃物是不是在测试我们防御的盲区，找到我们没办法看到的地方？中国对台湾持续施压，国军嘛继续伫整备战略。伫7月份就要举行的汉光演习，安装会针对解放军对咱国外岛离岛的行动加强来演训，应对中国普色地带的侵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